Hello，歡迎各位網友收看荷蘭網頻道同埋袁工業頻道喺2026年7月22號嘅呢一節聯合直播。今日咧同大家重點關注美伊局勢，因為點解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全面向伊朗宣戰，唔單止喺武器同以色列嘅協同，以及各方面嘅準備，甚至已經知道伊朗得到以色列嘅情報協助咧，知道佢可能喺一個叫做高山嘅地方，呢個納茲坦即係舊年6月炸過嘅3個地點之一嘅納茲坦2公里處嘅一個深山，即係嗰個深山其實係啲花崗岩嘅地底可能係大概137米地底咧，就有好多離心機。以色列話有過千部離心機但係現在實情未知。特朗普已經準備安排B1鑽地彈即係送鑽地彈去炸㗎啦。同時咧，亦都向鄰近嘅國家開始，即係叫做大圍堵亦都等佢哋有足夠嘅震懾力可以制住呢一個伊朗。伊朗而家係因為有核武器嘅威脅牙斬斬不惜咧就話如果美國咧再係咁咧，就會即係會用非常嘅叫做無底線，好似中共嗰啲超限戰嘅方法會對付甚至暗殺特朗普。嚟到呢一刻咧，紅海嗰邊嘅曼德灣佢伊朗嘅嗰邊嘅爪牙叫佢做爪牙差唔多，嗰啲叫做胡塞武裝組織話會封鎖曼德灣，搞到有多艘沙特嘅油輪運油船原本要經紅海出呢一個曼德灣都掉頭北返，由北邊去蘇伊士運河。美國就話特朗普話，如果你封鎖紅海嘅曼德灣，呢班胡塞武裝咧，我就同你算賬。已經以前炸過噶啦，而家就美國即係熟手技工噶啦，要炸呢啲胡塞呢啲咁嘅彈散。但係對於好多波斯灣嘅國家嚟講，都係心頭威脅。喂，裝咗嗰啲石油、原油咁樣俾你炸咧，真係損失慘重，保險公司保費大家。啱話，好似而家伊朗好似敢死隊咁喎，話炸就炸，話封就封，好似肆無忌憚。美國好似而家今次係要被跟住佢嚟打咁樣咯，而家係嘛情況？嗱，我睇法咧就伊朗最近講緊呢一兩個禮拜，肯定係得到中國同埋俄羅斯嘅承諾要支持佢哋嘅所以睇到成個氣氛咧就越嚟越強。先頭就話傾乜嘢都同你搏命傾咗之後咧就講句嘢話又話冇傾到，即係先就用呢啲咁嘅手段但係而家就已經唔係啦，而家進一步到咗咧，話咗全面戰爭，即係伊朗提出要同美國全面戰爭仲有班好低級嘅，低級到咩咧？叫助理外交部長咧，就同美國話：我哋傾下，即係嗰個所謂要求談嗰班友，而家個地位低到就唔可以再低噶啦。而家變咗咧，就係基本上就係全面開戰。阿 Trump 咧。而家咧之後咧，即係佢知錯啦，講到最後就係知錯啦。佢知道咧呢班友係冇得搞嘅，你搞佢唔掂。佢原本阿 Trump 咧就想講難聽啲就偷雞啦，希望想慳水慳力，就等唔使打到去地面，亦唔使去派兵，又唔使派人。咁咧就原本就諗住用呢個委內瑞拉嘅模式嚟搞掂呢度。咁就呢個諗頭咧就唔掂啦。老實講。爭好遠嘅，即係佢有時個人一成功過咧就過於樂觀。你諗下，你委內瑞拉你出咗馬杜羅馬杜羅所有啲勢力只有人低過佢，但係你伊朗你殺晒成班最高嘅精神、政治、軍事嘅領導，俾你全部劏晒，人哋唔會報復㗎。即係人哋係咁就乖乖地幫你送啲油俾你由你話事，即係呢個兩個完全唔係一個 case 嚟嘅。所以你睇到阿 Trump 咧
仲有啲咁多啊，999%咧，已經係話咧，佢而家立的起心肝咧，就話有成個中東啊，要同你清咗底啊，要叫做咩啊？斬草除根啊！佢啲你頭先用個爪牙，爪牙就係真主黨啦，加哈馬斯啦，胡塞特啦，胡呢塞武裝三個胡塞武裝啦，就差唔多呢三班，同埋基本上就巴勒斯坦嘅所謂啦，係佢基本要徹底同你清咗。而家今次咧就唔係講玩啦。今次咧就唔係話黑啊，你黑住我，我黑住你嗰個黑啊。今次就根本就係全部全面啦，所以佢捉晒嗰啲友嚟傾偈啊。第一同土耳其啊，土耳其係大國家嚟嘅，土耳其傾完，跟住敍利亞，敍利亞唔細㗎，大家雖然我哋聽得佢少啊，但係你睇翻地圖啊，一啲都唔細，呢個國家好鬼大嘅啊。跟住咧就黎巴嫩。個個總統一個捉住嚟傾喎，一個捉。咁最近咧仲話要同Jordan 啊都傾埋，Jordan 就容易傾，約旦容易傾，因為嗰個不嬲都係親美嘅，親美嘅，不嬲親美。嗰個王國王啊，不嬲親美嘅。咁而家呢邊咧，突然之間頭先我哋上台之前咧，就通過咗美國同意咗沙地阿拉伯可以濃縮啊。濃縮唔等於可以做核武器啊，兩步可以濃縮鈾，可以做濃縮鈾，又可以做核電站，又可以做核武器啊！只有容許濃縮呢個字咧，只不過係第一步嘅啫。下邊佢仲可以玩就係同埋佢話要同你合作喎，唔係淨係俾你搞晒，唔係俾你獨行獨斷喎啊！但係對成個中東局勢就唔係咁講玩咯。你諗下沙地阿拉伯實際以前係美國同佢之間好唔妥嘅，認真唔妥啊！好似拜登嘅政府，佢哋咧就係要追究卡舒吉啊。嗰陣時華盛頓郵報嗰個阿拉伯記者卡舒吉，沙特記者，沙地定係咩啊？沙地記者，沙地華盛頓郵報請嘅記者係沙特阿拉伯人啊，咁係同皇室成日都吉皇室嘅呢個記者。但係好似入咗沙地阿拉伯嘅使館裏邊咧，就失咗蹤啦，乜都冇埋，即乜都冇嘢，俾人用咗，俾人用咗咧，咁咧就大家個個都指一定要全世界啊，因為呢個係媒體嘅問題嚟㗎，媒體一定要沙地阿拉伯交代，要而家呢個儲君啊，叫呢個王子交代，咁咧就被制裁佢啦，基本上咧就係一種好低調嘅制裁。咁Trump入到嚟咧，就知道呢件嘢已經係冇得掹㗎啦，已經係即係衰咗。如果你話要追究，中國幾百萬次啊？呢個話殺人係錯嘅嘛，咁樣謀殺人係錯，你要追究中國要追究1億次，要追究1億次啊！咁咧，所以咧，Trump咧就比較係實際嘅，佢睇到成個地緣政制咧，沙地阿拉伯會起好大嘅作用。你淨係睇個地理位置啊，呢邊咧。波斯灣佢係有好大片嘅海路線，跟住紅海嘅兩邊啊，佢兩邊出油嘅成個中東嘅油係第一，油量第一，錢又最多啊！佢間公司一上市而家就有咗 SpaceX 啊，冇 SpaceX 呢間公司差唔多全世界最大嘅資本。你講過Aramco嘛？Aramco 最大嘅資本喎，咁你話呢個點可以同佢係咁樣？大家唔傾偈，大家敵對。嗰陣時拜登去到直情大家嗰種咁嘅尷尬啊！咁嗰個沙地阿拉伯又窒佢喎，窒拜登窒得佢好緊要。拜登要佢呢樣嗰樣，最後乜都傾唔成咁你沙地阿拉伯呢個問題咧好複雜，再講前啲咁多，再講前好多年咧，連嗰個 Bin Laden 都係沙地阿拉伯出嚟嘅。嗰邊啲人有份資助嘅，成個家族佢個家族同沙地個皇室咧做好多生意嘅，做好信任嘅，即係家臣嚟嘅。成個 Bin Laden 呢個家族係沙地皇族嘅即係大家即係好咩嘅，來往頻密到不得了，咩啫，白手可以叫佢白手套。所以咧，但係而家咁樣阿 Trump 嚟到咧，就打破晒所有呢個嘢。基本上一個沙地阿拉伯一個咧阿聯酋，佢作為將來嘅中東嘅所謂
佢哋清真教嘅主力啊，兩個支柱啊，兩條支柱啊，差唔多其他人佢都搞得好掂喎。科威特就不嬲都親美啊，因為上次救咗佢上次俾伊拉克伊拉克嘅總統又揾佢去傾偈，伊拉克都唔細㗎。伊拉克啲唔細，尤其是伊拉克裏邊咧，好多係什葉派嘅人嚟嘅。原來係什葉派嘅祖宗啦，就喺嗰度嚟㗎啦。什葉派嗰陣時同佢分裂啊，同嘅，即係裏邊清佢哋分裂咧，就喺嗰度開始嘅。所以什葉派嗰度開始嘅。咁佢又揾伊拉克人嚟傾。我睇到阿 Trump 咧，今次咧就瞓晒個身落去啦，即係可以講啦，真係瞓晒個身落去，要中東一次過搞掂為止。佢都唔理咩中期選舉咩，佢都唔理啦。就一定要睇佢落咗決心啊，全面搞掂啊！佢暗中咧就派人咧又喺度搞緊個阿富汗喎。阿富汗佢即係佢就拉緊巴基斯坦過嚟。佢同印度關係相當好嘅，一啲問題都冇。又拉埋巴基斯坦，又揾巴基斯坦去搞掂阿富汗。所以你睇佢做嘢啊，我見到佢中東反而咧佢歐洲抌低就唔該你自己搞掂佢。呢邊中東咧，佢真係差唔多全心全力啊！可以講一個禮拜，差唔多可以講嘥咗成起碼佢嘅三分一嘅時間用咗喺中東。咁就睇到佢咧就的起心肝，今次咧一定要徹底搞掂為止，唔會做咗嗰啲咩報道炸完就走啊！呢個絕對不可能，炸完就走，使乜佢同咁多鄰居傾偈梗係咁嘅道理嘅，呢個好明啦，而家擺到好明。所以而家問題咧，伊朗嗰邊咧，就嗰個中共嘅支持喺暗中啦，梗係唔敢明嚟啦。暗中俄羅斯咧又唔係好夠力，又係暗中支持，兩邊都唔敢明支持。咁實力嚟講咧，咁Trump 知道佢自己嘅實力，同埋呢班成班中東嘅即係親美國家嗰個實力係強過佢唔知幾多，所以可以講強過伊朗好多嘅。咁如果真係嚟認真打，如果唔使俾美國嗰個選舉拖住後腳咧，我睇咧佢贏緊嘅。但係咧有時要擔心美國選舉選輸咗好鬼大鑊噶嘛。你選輸咗而家中期選舉一選輸咗，明年1月開始咧，基本上咧嗰個國會就唔係你話事噶咯喎，即係國會拖住你好難做嘢噶，乜都做唔到。你話要喐咩手嘅，呢筆錢又唔批俾你，嗰筆錢又唔批你，國會睇住銀包噶嘛，你唔俾錢你好大鑊噶。所以有個問題咧，就係佢就賭，佢而家咧，我估佢最近咧睇到好多法院最高法院好多形勢上咧，郵政局呢啲咁嘅嘢咧，睇到我覺得佢睇到幾正面，所以佢覺得有信心，對中期選舉有信心，所以佢就喺度賭，實際好慘嘅，做總統實際係大賭徒嚟嘅。呢啲你要明白啊，做總統有啲唔肯賭嘅，啲唔係細小好小心咪做唔到大事咯。但係Trump 啲人咧，佢為咗要將來要留名千載嘅人咧，佢喺度大賭佢呢鋪嘢大賭嘅。咁當然啦，佢賭緊中東嗰陣時咧，嗰個太平洋嗰邊叫做亞太佢就揾阿盧比奧去開會啦。所以今次盧比奧去咗菲律賓開會之後咧，以後咧佢呢啲又揾盧比奧頂住先。就西半球又俾阿盧比奧頂住，所以盧比奧嘅責任真係好大，大過副總統好多，呢個就係事實。我唔好話邊個贏咩嘅，但係如果喺外交嗰方面咧，就曼斯基本上又冇乜經驗。盧比奧做咗咁多年議員對尤其是對外嗰啲嘢好熟到不得了，不嬲佢都係做開嘅。當然唔係決策，但係等於你國會有好大責任啊嘛。可以監督你嗰個白宮嗰啲總統啊嘛。所以咧佢而家個問題咧，你睇到成個重心，大家都要睇到個重心，唔好聽嗰啲大小事又報，大事又報，一定要明白佢而家嗰個處境，總統嘅處境。總統嘅處境就係個賭嘅一鋪好大嘅，佢就係攞嗰啲精力同埋美國嘅資源你睇到加油機都話加多成160幾架加油機去以色列嗰度啦，原本60加到60，佢係100幾架加油機，即係大動作啦，係咪糧草先行啊嘛？
佢睇到咧呢個成個重心，原本佢就想搞掂呢度即刻就走，咦唔得喎，呢度搞唔掂喎，我哋都係搞唔掂就唔走得喎。呢啲嘅做即係佢呢啲人咧做生意又係嘅，即係呢種人做生意嘅人咧。有啲人做生意咧，一唔得就啲 cut loss 就走㗎啦，即係咁樣。你明唔明啊？佢唔係嘅，佢到最後一定要搞掂你為止。我就睇到呢個心態。大家要明白，最緊要一定要明白呢個嘢。將來佢點樣對付中共咧？而家真係喺度學嘢，我哋大家一齊學嘢。佢而家今日做咩嘢？將來就明白佢將來對付中共嗰個動作裏邊會做咩嘢。要研究嘅呢啲，我研究咗佢，我老實講研究咗。我80年代啊就去 New York 噶啦，已經知道佢做咩。我90年代基本就喺佢嗰度住啦，我對佢非常之了解。唔係吹啊！我唔係吹，我覺得呢個人好鬼特別喎。佢而家做嘅嘢全部都係嗰陣時80年代就開始講噶啦，幾多年前50年前講喎，僆仔嗰陣時話你睇佢成個樣嘅僆仔，嗰陣時 ABC 乜乜訪問佢成個僆仔，所有佢而家講嘅嘢要對付委內瑞拉，對付伊朗要承認以色列呢啲嘢全部係嗰陣時講話中共揾美國笨，一定要加關稅。唔係今日講噶，80年代啊，我喺 New York 嗰陣時跟住佢，咁跟住咧就90年代一路睇住佢講，冇話做總統添嘛。嗰陣時就係睇唔過眼，點解美國你哋做啲嘢咁鬼蠢噶？咁對內政佢有一套，又係覺得你個係蠢，嘥緊錢啊！佢講緊你班友喺度嘥緊錢，乜都做唔到，話你嗰班政治家，華盛頓嗰班政治家呢邊咧就睇到你咧，華盛頓嗰班友咧。就喺大陸咧，就係賣大包，就送晒俾大陸，係嘛？送完一個又送一個，睇住佢一路做，佢跟蹤跟得好貼嘅，跟同日本談判貿易談判，佢跟得好貼咁跟住咧就跟住一路大陸然後成個解體俄羅斯解體佢跟得好貼嘅所以佢一定因為佢嗰呢個生意咧，佢呢個酒店生意又係國際性嘅。所以佢對呢樣嘢有興趣，佢對成個世界大事關於國內同國外，美國國內大事都係等於世界大事噶啦，非常之投入，非常之投入。而家睇到咧，佢呢次咧就係賭一鋪大嘅勁嘅喺中東，最後咧等沙地阿拉伯嘅能量嚟平衡以色列啊！你睇唔睇到啊？呢排同以色列嘅摩擦不得了，以色列就主張要打伊朗打，佢就喺度考慮緊要和要打，但係以色列都係爭住要打所以大概兩個人嘈得好緊要。原本納坦雅胡原本上兩個禮拜應該喺華盛頓嘅取消咗添，唔去添就係睇到而家佢最後睇到佢最後得到嘅結論咧，就用沙地阿拉伯嚟平衡以色列。沙地阿拉伯就起碼咧就冇咁敵對佢都唔係全部係同敵，即係唔係親以色列嘅，冇咁敵對，就比較話願意做生意。伊朗咧就孤立到你有排，搞到你過多幾廿年至等你起頭啦。而家咧就炸到你溶晒爛晒，但係咧最後佢靠兩個國家嚟平衡。就係一個沙地，暫時因為將來仲有其他國家專起嘅，然後佢培養其他國家嘅能量沙地同埋阿聯酋咧就比較成熟嘅，而家係嗰邊嘅經濟頭，其他佢喺度培養緊。伊拉克俾埋錢佢，俾咗50億佢話現金兜俾佢，起好嗰條所有陸地嘅運輸陸地嘅運輸包括油管，油管運入歐洲。咁呢一運到油出去咧，你咪國家咪富啦？嗰啲有地下大把，只不過運唔運得出嘅問題。成個中東嘅地下大把，多到你冇辦法想像嘅。但係一運得出去咧，就發到唔清楚噶啦。咁佢咧而家俾50億個第一期就獲俾50億你，然後同意你起佢已經有條管噶啦，不過嗰條管咧就以前好少用，因為船平啊嘛。管要維修保養嘅，所以咧佢變咗咧就而家咧就幫助佢咧就搞掂晒條管，記得仲埋而家好多係陸公路同埋火車都喺度運緊，都一樣又係賺錢㗎。而家俄羅斯你有冇睇少？俄羅斯運緊用鐵路運緊好多有入中國嘅，一叫做一卡就一個大桶。我成日喺俄羅斯睇到嘅一卡有個大桶成串火車。
咁啊一路就話啦，佢而家又鼓勵呢個，又鼓勵公路，公路咧就一個40尺嘅貨櫃啊，就係一桶油，啊都好犀利㗎，都好犀利。跟住咧就幫佢改良佢而家嗰條管啊。咁如果伊拉克又有錢嘅話咧，又聽佢話嘅話咧，伊拉克啊又一招兩用嘅喎，佢又可以即係講服佢嗰班什葉派因為伊拉克什葉派好犀利嘅，又搞掂埋你嗰個恐怖分子，因為嗰個佢哋革命護衛隊喺嗰度有個總部啊嘛，有個支部啊，有個支部，跟住咧就幫佢賺錢，講到就係幫佢賺錢。嗱呢個，咁你就睇到啦，敍利亞又有嘅，敍利亞個好處咧，佢係有地中海，佢有地中海喎，佢基本上差唔多等於個歐洲國家噶咯喎，咁咧跟住咧黎巴嫩好先進嘅嗰啲國家，我去到嗰啲好有學問嘅，同佢傾生意啲人叻到不得了，我腦叻到不得了，就係因為土耳其退出嗰陣時咧，就搞到一塌嘢，包括以色列，就係搞到一撇嘢，而家咧就阿侵幫。實際唔係幫邊個，幫土耳其喺度執緊手尾。你諗下幾長以前咧，土耳其輸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個中東原本都係土耳其噶嘛，奧圖曼啊嘛。咁你而家咧，佢話英國人就冇能力執啦。原本英國人都想執啦，但係原本巴勒斯坦嗰啲係英國人管噶嘛，英國人執唔掂，唔夠力。法國人又係唔夠力，呢兩個開始弱啊，呢個國家開始弱啊。卒之成個中東就亂到一塌糊塗，大家睇嗰出沙漠梟雄就明白啦，亂到一塌糊塗，到卒之都冇搞掂，到今日都未搞掂。而家咧，阿侵咧挑起呢個擔子啊，呢個唔簡單嘅，呢個一個好重嘅擔子嚟嘅。實際就係全世界嘅可以講咧，一半嘅能源喺嗰度出嚟嘅。全世界大半嘅戰爭，而家最近嘅戰爭都喺嗰度出嚟嘅。而家佢就一定，我估佢最後就決心咧，要搞掂個中東，然後咧暫時咧，我個睇法，如果佢嘅睇法，就暫時佢覺得咧，就由日本幫手由嗰個叫 Quad 係咪四方會談，四方安全對話，所以對話嗰度咧，可以暫時可以鎮得住中國，而且中國裏邊都係弱，中國裏邊喺度鬥緊，佢清楚，我哋100倍，所以咧佢就覺就得係美日澳紐啊嘛，喂澳紐，唔係但係佢又美日澳印啊，澳印。澳印，咁佢好犀利嘅喎，有冇睇少有個印喺度喎？有個印印同中國就唔啱嘅，認真唔啱嘅，認真從來未啱過印度同中國就知，從來未啱過。咁所以咧，阿 Trump 我覺得佢個盤棋咧，佢睇到咧亞太嗰度咧就唔係咁危急唔係咁危急因為咧而家習近平自己個權力都喺度弱緊，反而嗰個和美派唔好講親美派就唔講得啦。和美派嘅勢力喺度上漲緊，呢個大家都睇到噶啦。即係而家唔係個別事件講嚟冇乜意思啊，講唔掂咪講唔完啊，太多啊！你睇而家我見到佢哋大紀元啲台一個一個講嘅，每個俾拉低又要講一輪，咁點知啊？我哋香港人根本啲名都未聽過嘅根本就講得太細啊！你要講個反而要講得比個嗰個層次要高啲咁多，即係嗰個要層次高啲。咁歐洲呢邊咧，歐洲咧你會睇少喎。而家Zelensky而家烏克蘭佔上風喎，越嚟越明顯喎。而家阿普京冇辦法冇得對喎。最近講到咧，即係俄羅斯裏邊咧，分分鐘政變啊，分分鐘政變。經濟就唔好講啦，分分鐘政變。唔識打啊！佢哋見到即係又唔出奇嘅。突然之間呢個新嘅戰爭辦法佢哋俄羅斯唔知點應付仲未到今時今日，仲未諗到對付烏克蘭嘅辦法搞到咧你都同我講啦，搞到咧克里米亞分分鐘，你就算唔還俾人都還咗啦，啲俄羅斯人走晒，即係咪即係還咗俾佢咯？即係咁解因為即係話，即係你唔理你乜嘢，唔好理咩法律問題、談判咩嘅，講到最後冇咗。一路喺度唔知點打，變咗咧分分鐘會出大事如果俄羅斯裏邊有一支軍隊作亂嘅話咧，呢場仗就輸晒噶啦佢冇即係佢成個咁大嘅國家搞唔掂
佢控制唔到啊！細國家容易控制，大國家好難控制。我話俾你，遠東啊，我去蒙古啊，佢哋話俾我聽啊，因為老實講，遠東嗰啲所謂俄羅斯嗰啲唔係白人嗰啲，全部係蒙古人嚟嘅。只不過佢蒙古人，我哋用嗰個統稱啊，實際佢哋一族游牧民族，全部都係一族嚟嘅。我哋以前用唔同嘅名啊，又話叫乜，好鬼多名啊以前。但係講到最後咧，全部係一族人嚟嘅。佢哋嗰啲嘢溝通啊，係一種差唔多一種語言嚟嘅。一種語言嚟講咧，佢哋傾得掂嘅，所以點解當日成吉思汗可以統一蒙古咧？佢都係好多族啊，幾十族咁樣嚟統一，嚟投靠佢。佢呢個蒙古只要有個領導嘅話咧，好難講嘅，講唔清嘅。一路成個西伯利亞都係佢哋嘅，佢哋心目中就咁樣講。貝加湖呢個名就係蒙古文嚟嘅，就係貝爾蒙古。加湖，全貝世界加湖就最大嘅係蒙古淡水湖。語嚟嘅，所以大家要睇到成個局勢咧。我而家睇落咧，就歐洲唔係問題因為咧而家歐洲人咧基本就調氣順啲啊，對阿 Trump 咧都係即係個睇法冇以前咁乜嘢，即係自己都睇到阿 Trump 都講到清楚嗱，你移民政策衰咗，你嗰個能源政策衰咗。所以你而家咁衰，就咁講呢樣嘢冇得抵賴嘅，冇得抵賴。而家加拿大都係咁嘅問題，英國都係咁嘅問題，成個歐盟都係咁嘅問題。咁變咗阿 Trump 可以有心，可以擺所有嘅資源落去中東，搞掂佢為止。呢個就係我嘅睇法。嗱，英國有好處嘅，最新就係呢個貝安德咧就接任咗英國首相啦，施紀賢就收檔啦，咁馬上咧就同意美軍可以動用英國嘅空軍基地，咁呢個出咗個戰艦，出咗架戰艦係嘛？出咗戰艦咧就會去唔係波斯灣，去呢一個荷姆茲海峽咧就幫手掃雷，咁英國法國應承咗嘅。第二件事就西班牙咧就美國特朗普準備踢佢出北約㗎啦，呢條友咧呢個西班牙呢個總理桑齊斯或者桑切斯咧就阻到咧真係無論咁話你殺死我都唔會俾你啲美國嘅軍機降落，又或者使用西班牙基地另一方面，美國財長貝森特喺7月21號咧就宣布已經鎖定咗伊朗革命衛隊嘅相關資金流向同埋分佈喺全球各地嘅秘密帳戶，包括加密貨幣同埋加密貨幣嘅錢包，就進一步咧就切斷伊朗嘅資金流。貝森就同時警告嗰啲仲係繼續購買伊朗石油嘅外國企業或者係國家，可能面臨制裁。呢個早講咗，叫二級制裁啊嘛。喺錢嗰部咧就 follow the money 咧，財長咧就係做到不亦樂乎切斷你資金流。另一方面咧，現在有一個新嘅變數，因為美國準備要炸嗰個叫做縞山我知道大紀元好多台咧就讀浩山嘅，嗰個金字邊做個高高低個高咧就應該讀縞山嘅。如果你係一個地名可能國語就係讀浩，你廣東話就讀高，兩個音嚟嘅，國音同粵音都係兩個音嚟嘅。OK，睇你嘅地名又係一個用法。以前有鎬京嘅，係咪有個城市叫鎬京喺中國？鎬京係西周嗰陣時，西周嗰時嘅首都有一個新變數，美國準備炸呢個縞山下邊嗰啲叫做離心機啦，話過千台啦。以色列摩薩德係咪真係咁把炮？但佢都唔能夠講係咪真嘅，即係話佢哋探到情報。你知伊朗呢啲咁嘅神棍咧，古古惑惑，到時可能發啲假消息，等你嘥子彈。第一方面最重要，Elma有冇留意到以色列自從7月7號到而家冇出兵又冇出兵，又冇做任何嘢，都唔用，冇軍事行動。點解美國會留低以色列呢個咁好戰嘅納坦雅胡，唔俾佢喐？我估就係下一次大動作，美以咧就一次過聯手一鋪結嘅，所以要保留以色列嘅實力，唔好咁快喐大佬，你咁快射晒或者射咗部分時，到我真係要同你大龍鳳嗰時，哇！
唔係好夠啊，我要加油啊，要補充，咁啊即係屙拔甩，咁啊所以咧，以色列而家啦劉作咧就係最大嘅就係同美國聯手，可能再配合埋第三勢力嗯波斯灣聯軍，呢個就我自己估計咧，如果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加埋科威特，甚嗯，至係巴林。組織聯軍，而家有啲射落去伊朗嗰啲導彈，又唔係係以色列射，又唔係係係美國射，係啊，呢啲國家射，即係頂唔順啊！因為而家呢以色列見唔係即係呢啲國家見到對家伊朗，喂，尤其是阿聯酋，哇，大佬啊！我今年2月28號之前係幫你做 keeper，financial keeper。幫你睇住晒啲加密貨幣，睇住晒啲銀行戶口，係做埋革命衛隊嘅銀行主管啊！阿聯酋就係做呢角色，仲有個卡塔爾啦。嗯嗯而家你反轉豬肚就係都係咁射導彈，係咁射無人機嚟。最新嘅就係科威特就炸嗰個美軍基地，俾佢炸4次，卒之第4次炸死咗啊！而家就應該係3個美軍喺度。嗯咁啊，所以呢啲國家同以色列唔係同呢個伊朗反面組成聯軍嘅可能性咧，唔能夠排除。咁再結合埋以色列第二度再落場嘅話咧，咁你睇到特朗普嗰盤大棋咧，就係要決心要剷除伊朗呢班神棍勢力，唔係係係同你小打小鬧，唔係同你談談打打，而家就只管打就不再談。即係阿特朗普咪講呢過去嗰2日咪講2次定3次話，哎呀，佢哋翳契弟咁翳，係咁翳，我要日日都傾啊，係係啊，仲要話叫就送咗個方案俾巴基斯坦，喂，我哋出嚟停一停10日啦。嗯，特朗普話 no，冇得傾，你冇得玩夠未啊？上次又玩咗個嚟又嚟啦，又要啦，一又要停火啦，係嘛？你知唔知點傾啊？10日咧就傾未來嘅60日，玩呢招。班友真係蠱惑真係，好鬼叻㗎呢班人真係，佢面皮厚啊，佢唔怕㗎，佢明知佢次次重複喎，同樣嗰個啲咁嘅計，嗰啲死計喺度重複，佢夠膽又重複喎，你個個都唔好意思，佢冇唔好意思呢班友真係，我都話好難頂啊，同佢哋做生意好鬼難頂啊！咁啊，特朗普咧就知道，若果咁樣搞法，你嗱10日之後再加60，咪即係70日，有幾一個月30日，2個月就係60日，3個咪即係哇，去到10月你都未頭埋啦，然後跟住中期選舉，即係伊朗計數咧計到絕晒，呢啲真係二犀利三千年啊，嘅波斯犀利啊！文化，真連係唔中國人都做夠佢玩。唔到啊！中國人面皮咁厚都做唔到啊！真係做唔到，佢啲面皮真係夠厚，所以我嗰陣時同佢做生意，哇！呢班有講鬼樣嘅真係，我都算係厚噶啦，差得遠啦。共產黨更厚我唔知100倍，都唔係佢嗰皮。你都自認面皮厚，即係話你自己都係做生意真面皮厚，你做生係好多。意點咩面皮薄？點做生意啊，大佬？喺人哋嘅銀包嗰度攞錢擺喺自己嘅銀包喎，你面皮薄，你做得到？你諗都未敢諗啊！係啦，你用個攞字又唔啱啦，賺翻嚟嘅。咁啊係，即係講到最後就係英文就 move 啊嘛，就係點樣 move 啊嘛，有好多係合法嘅，有非法嘅，但係講到最後就係嗰個實際發生嘅嘢，就係錢由佢嘅銀包去咗你嘅銀包啊，冇錯，嗰下嘢唔揀好，啲人做呢啲，所以話點解做生意人誒搏到即係個腦啊，冇辦法，你一啲要諗計仔。幾難啊！人哋夠喺度喺度睇住你個銀包啦，唔係淨係攞人哋嘅問題，人哋要防住自己銀包俾人攞噶嘛。實際成個經濟就係講嚟講去就係咁樣樣啦。人哋打你荷包，你打人荷包啊嘛。係。咁啊，頭先講到阿財長貝森特咧，即係嗰個經濟狂怒行動啊，就係由美軍就負責海上封鎖，然後咧佢咧就係民嗰方面咧就係負責金融制裁，同埋呢一個截斷伊朗嘅嗰班神棍同革命衛隊嗰啲金流。咁呢個組合拳咧，就令到伊朗咧就打仗都冇錢啊！以後咧，即係而家石油就賣唔出去啦，而家再度封鎖嘛，伊朗進出港口嗰啲船就不准入啊嘛，不准出啊嘛。喺嗰個情況之下，再
加埋頭先講嗰啲即係地方嘅聯軍、地區嘅聯軍，再加埋以色列到關鍵時刻就出手咁啊，美以一齊，下一次出手咧就唔係同你炸咩橋梁啊、發電廠，直接登陸啊，直登掟，陸，唔直情登係唔係陸啊，佔領斬首，先你嗰啲斬首，先斬首後登陸。唔係我睇卒之最終嘅就係登陸佔領啊，冇客氣啊，唔係咩更換政權咩，登陸政，跟住嗰陣時至叫俾你嗰個王儲翻到嚟，但你都係要經過嗰個同嗰班選舉啊、本地選舉啊啲咁嘅嘢，所以佢呢個而家睇落咧就一步一步嚟㗎啦，就係追冇啊，你冇辦法，你卒之你唔佔領佢個國會，唔佔領佢啲個政府總部，你係冇辦法嘅。你個政權仲喺人哋手度。所謂政權呢啲講到最後啊，軍隊第一啦，第二國會，第三就係政府個總部，即係話喺美國就政府個行政總部。你唔佔領嘅話，你係控制唔到嗰個政權嘅。咁咪要重演活捉馬杜羅嗰種戲碼㗎咯喎，唔，閃電淨係捉一戰㗎咯。個唔夠嘢多啊，唔捉唔唔係佢同埋唔係佢如果同埋成班鄰國一齊入去咧，呢個出師有名啦。美國國會都冇定得，美國人民啊都冇話講啊。呢個係一個國際事件嚟㗎嘛。你睇到呢個問題唔係淨係美國人民最調氣最唔順咧，就係成鬼日啊！你美國人入到去咧，就美國又俾埋錢出埋人命。卒之咧，隔離嗰啲友咧喺度幾格格，仲喺度講啲話三道四喺後邊説三道四。你美國人咩做晒？你睇到成件嘢啦，由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個個都係永遠都係咁啊！美國人又錢出又出名，卒之咧仲俾人喺後邊笑。最大所以美國嘅笑話就係人民話唔越戰啦。使，我做啲唔再做呢啲咁嘅即係叫做咩笨，即係再唔俾人再乜乜。美國人已經學識咗，學精咗啊！真係你諗下，以前俾人揾幾多笨啊，使咗幾多錢，全部都係美國人俾錢。如果呢啲錢入翻美國啊，啲錢都唔知即係多到你冇話講。所以美國人咁多年嚟講，我哋都睇到嘅，一望就知道佢俾人揾笨啦。我望咗咁多年，即係唱到，咁阿 Trump 就睇到，阿 Trump 就唔容許呢件嘢再落去。嗯，咁而家嗰個頭先你稍微提到美國而家嘅國內嗰部分咧，嗯，即係關於郵寄選票咧，就係法院已經批准咗聯邦美國嘅 Postal Service 咧，就可以先確認佢州嗰啲選民嘅真實性，然後先至會幫你投我遞嗰啲。簡單啲講個程序，我頭先同阿小華都講咗，我簡單啲，同佢講得好複雜，即係大家即係好多嘢爭拗。但係咧，我嘅理解係簡單啲，有一個聯邦上訴庭循環庭好大權啊！聯邦巡迴法院咧，巡迴法院。仲大權過上訴庭啊，係上訴庭以上，佢上邊咧就係最高法院噶啦，佢就唔反對美國嘅郵政局、郵政總局係聯邦就係 Trump 管嘅。行政長官就話咗咧，你每一個州要俾一個選舉名單我，選舉名單，然後咧你做埋 barcode，每一個人每個選民要有 barcode。每一張票要有 barcode，每一個信封要有同樣嗰個 barcode。當你寄嗰張選票入嚟嗰陣時咧，你就要經過郵政局嗰套自動嘅 barcode 識別系統。一嚟到咧嘅識別，你都冇喺嗰張表嗰度嘅，你都唔係個選舉人嗰張名單上邊嘅，根本就係冇得傾嘅，賺翻俾你聽，就絕對唔會交到去票站。嗱，呢個就係話點票機，絕對唔會去點票嗰度。即係郵政嘅系統已經同你篩咗嗰啲非法入境者嘅係假啦，票。已經同埋你俾得嗰張名單俾郵政局，即係俾咗聯邦咯。裏邊所有嗰啲咩死亡嘅、唔合法嘅公民非法嘅，佢嗰度對起佢 passport 啊，因為 passport 係聯邦政府寄噶嘛，佢同聯 passport 一對啊，你嗰啲衰嘢全部出晒嚟，全部出晒嚟。所以當你俾呢張名單，要60日前喎，選舉前60日前喎，要俾張名單俾郵政局喎。有一日啊，嘣一聲撳掣啊，你所有嗰啲非法嘅，即係所有張名單咧，會絕對係正嘅，真嘢嚟嘅。
咁啊，以後嗰啲程序咧，嗰啲咩二維碼乜咩，實際就按照呢張名單。如果你唔係呢張名單上邊嘅，根本嗰啲票去唔到嗰個點票所啊！我呢個就講得好清楚啦。而且你話會唔會推翻？唔係話唔會推翻。你真係要推翻佢嘅嘢咧，你要上到最高法院。而家去到呢個程度，所以佢係好大嘅勝利嚟嘅。佢哋民主黨估計啊，2500萬張票冇咗啊！咁咪即係做票做得咁離譜？所以你咪嗰陣時，我記唔記得我哋2020年嗰陣時做節目，2019年做節目啊，係嘛？2019年係嘛2019年嘅唔係，我哋2020年嘅？2020十月嘅10月做十月。嗰陣時，個問題咧就係嗰陣時就係嗰啲郵寄郵票嗰陣時就話點解拜登冇估？拜登我哋估佢，大家有得估噶嘛？估冇錯㗎嚇，我哋估佢得6000幾萬票，點解會變成8000幾萬票咧？我成日都係估呢個數字，就明白。而大部分係因為郵寄，因為郵寄咧就唔係個別嘅問題，佢可以一包一包咁樣一個包咩？個包咩？佢呢啲可以控制到啊嘛。你明唔明？一個一個好難控制嘅，佢一包一包嗰啲咁嘅作弊咧，可以好似洛杉磯咁樣樣。大佬佢知道佢落後啦，而佢一包一包出到嚟咧，就追翻上去領先喎，咁樣樣啊嘛。所以一包一包嗰啲先係主題嚟嘅，個別嗰啲係只要濕嗰啲我哋叫做零售啊，做生意叫做零售啊。屌你！佢一包一包嗰啲係出廠啊，大佬。係出廠啊！你明唔明啊？成包成個製造出，你點知嗰包嘢原來全部都係假嘅？咁啊大鑊啦！佢當一包啲郵包啊，郵政局嗰啲包郵包拉出嚟喎。咁佢呢個，所以佢而家就截佢呢樣嘢。我覺得呢個係好主題嘅。所以佢哋話其他嘢，我唔同意，我唔係好同意佢哋講。即係我哋睇到個系統式，佢係系統式喺度搞佢。你睇唔睇到？你俾呢張單俾得出啊，每個州俾得出呢張選舉名單、選舉人名單、叫選民投票人名名冊，單叫做咩啊？選民名冊。選民名冊，你攞得出呢張嘢出嚟，人哋一查噶嘛，唔會照單全收噶嘛。一查你就冇得衰噶啦。如果呢家嘢正咗咧，以後嗰啲就開始正。冇錯。嗱，呢個選民名冊咧，往往都係即係最關鍵嘅，就係你嗰啲合資格嘅選民官方認可咗，然後跟住咧你就整個 QR code，個 QR code 咧係一路係 identical 嘅，一人一個，一人一個。係啦，咁你一路喺佢可郵政局能用二維碼，未必用 QR code，不過冇乜所謂，一個用意嘅啫。二維碼同 QR code 咪即係同一樣嘢？唔係一個三維嘅，嗰啲方嗰隻咧就係三維嘅。係。我以為我未必啱㗎，嗰個叫三。而家唔用巴曲㗎啦，唔係超市嗰啲巴曲㗎啦，而家直頭用 QR code 㗎啦。唔知郵局嗰個制度可能仲係二維碼，未必去到 QR code。無論點都好，總之係一個數碼，一個容易啦，一個容易啦。一個數碼嘅即係 double check 嘅一個機制啦。係。咁呢樣東西唔怪得咧，而家民主黨喺國會一度要擋住嗰個拯救美國法案。咁特朗普都講咗清楚，你係咁擋住呢個拯救美國法案，即係你想作弊咧，即係講到白㗎啦。如果你唔想作弊，點解要擋住啫？根本10歲細佬講都明白，佢哋嘅用意係乜嘢啦？而家實際好明顯喺度就係佢哋嗰度有班友，我哋要作弊，呢邊話唔俾你作弊，就係咁解，同嗰啲咩票唔票咧，全部冇關係嘅。而家所有啲官司，不過咧，而家另外啲官司告咧，就告唔到去佢嗰個層次啊。嗰個叫做咩巡迴啊嘛，巡迴法院啊，巡迴法院嗰個地位好高嘅。就根本就係最高法院嘅下一層，所以巡迴法院判咗啲嘢咧，最高法院一定同意嘅。好啊，咁呢樣東西我哋都會繼續同大家即係跟進嘅。咁咧有啲新消息突破嘅內容咧，就同大家即係喺呢度分析討論。今日咧我哋主要講美伊即係睇到成個地緣政治，成個喺西亞嘅即係呢個政治經濟版圖睇到美國而家根本就做緊一個合縱連橫咁即係講緊春秋戰國時代即係張巡嗰啲，即係美國而家就要做連橫，
將嗰啲國家連埋一齊就係對付伊朗。咁啊財長就係垂直嘅金錢 follow the money 咧，就係鎖死呢個伊朗嘅資金流同埋即係生錢，等佢咧餓鬼死佢嚇。咁呢啲都係美國即係有辦法做嘅，主要就係美元。美元嗰個流通嘅作用咧，就都令到美國就更容易追呢啲，因為呢啲咁樣嘅爛鬼流民無賴，呢啲即係盜賊海盜嘅國家咧，佢哋永遠都係會用美元，再加埋加密貨幣，而家連加密貨幣都追蹤埋，所有同伊朗交易嘅國家就要二級制裁，咁即係話佢又揾唔到錢，啲人想利用伊朗嗰啲咩走私油，以後唔使諗啊！財長仲講咗句啊！過去嗰幾個月啦，中共買外國嘅油係少咗40%啊，主要係冇咗伊朗呢筆，同埋委內瑞拉筆，佢自動少40%。當然，中共嘅經濟咧，而家都衰過死過臘肉咁佢喺嗰個生產方面咧，係的確咧係咁 free fall 係咁自由落體。所以佢個對燃油嘅需求係下降都好合理，再加埋伊朗俾美國係咁揼呢個財長即係日日都睇住呢啲錢喐咧，就知道呢啲咁嘅邪惡國家你哋仲有幾多荷包，仲有幾多錢剩，就知道你仲可以打幾耐。好啊，今日就講住咁多，好多謝啊，Elma，好多謝各位網友收看，記得撳個 CLS，即係撳個 like 先啦。咁下次節目再傾，多謝大家，唔該晒 Elma，好，拜拜。